品，是咱24年的经典班，这个经典班，这个经典班，当然希望今年的主题教育，每一年为这个规定性，咱一定熟，那是来中4班，那1班3种，那今年我到了45，47，今年去这班组。那当然，这个这个班，这是一个老师的习惯，跟道教的习惯。那因为咱身为咱宾馆技术，咱每一个都是前口以上人才，嘛是咱每一个拢是咱有性的顶端的人才。今年咱每一个人会当对经典，对经典来研究，对经典的研究，因为经典是生命的地位。那咱经典学道，那要对经典来下手，咱每一个人对咱的成绩，伫小办做咧较贡献，咱行袂久，咱行袂远。因为安怎对真理的这思想，咱对一切的法界，咱无了解，无了解，当然要入手冒很大的困难。因此呢，过去咱的过年，跟嘛所谓这3日法会，咱第3日去到4000人的这个先顶得到参访。4000人曾经要甲你交代，每一个人才一定要找到一套经典，你对这套经典，你好兴趣的经典，你会当去求经。或者解释嚟讲，这套经典你会摸一识，爱学习，上者要5年以上。甲你讲，把这套经典甲背起。把这个经典，真正以来内的精要，咱也实在来去个深入去了解，所以叫做清微妙法。当然，咱嘛知影讲，当时有一天，曾经人讲，无上清微妙法。咱今日入面到无上迄个意境。你若无清的微妙法，清的微妙法在心经的大概是叫做清观念。如果你会对这部经典真正用心去学习，因为经典是圣人的精华，是圣人的智慧，这是互咱看不可思议。我读这部经典，伫老祖2000几年来，我相信讲有言独特。当时释迦牟尼佛留下了伊的经典，2000几年，随身有言独特。当时咱儒家的生活，孔子的生活，甲这2000几年，无人会当甲推翻啊！这拢有伊正明清的独特。那安尼当中来想看卖，既然2000几年来，无法度去甲推翻。无法度去改变，无论过去出偌济故事，偌济重要的上流因素，无法度去改变这一部经典。这若无相当伊的道理内底，我相信讲赞同一番了。我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咱学会教科书啦，来讲教育所编的教科书。咱的教科书今年编的，无代表明年会有钱；明年编的，无代表后年有钱。既然咱讲时代在变，环境在变，拢总在变，因为你要随着这时代环境来编的一本教科书。不过呢，大家真知影，老祖伊2000几年的
100块一斤，价值6000种，无人有去到1000块过。甚至呢，内底的1亿到3万，都无人敢去甲改变，无人敢改变，这叫做事实。因为教科书甲解释，甲解释叫做应世间的人的需要，应世间的人的需要叫做世界观。毋过经典呢，伊毋是叫做教科书，伊毋是叫做世界观，伊是对咱生性直接提升，咱的智慧直接提升，一部足重要的出世界观，对出世界观。毋过你这部经典，这个道理是啥物人来学？当时佛陀伫《金刚经》第35本依法出世里甲你讲，伊讲如来是为法来成正法，如来是为法最上成正算。伊安尼讲，释迦如来，伊今日要讲这个上乘法，伊是为大乘人咧讲，为最上乘人咧讲。啊，大乘人叫什么人？大乘人叫做从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第6地、7地菩萨。最上乘人，最上乘人就比地高比10地，顶高名格，分一段来讲，这叫做最上乘人。哪边讲起？如来伊有偏心，毋是如来伊无偏心。毋过若要相信伊无最上乘人，伊听这经典听无？伊听这经典听无？啊，听这经典听无，就比是讲当时佛陀咧讲《法华经》，或者这个五千阿罗汉，毋过阿罗汉，这阿罗汉伊听无啊，伊讲啊，因为阿罗汉是即空的物件，因为伊无了实相的道理，所以教会当中无听阿罗汉的理想。那当时听讲了吼。如来讲，这个是叫做大礼拜请，朝夜拜祭。朝夜这粒经字叫打起，迄个言叫打起，这粒经叫拜起，叫做大礼拜请。简单讲起来，伊要了解这粒经字，若发明起来，若伊叫打起，若伊这粒经叫我拜起，我请伊会开吗？伊会结果吗？伊就无。就简单讲。你要证菩提果，你要证菩提地果，就拢做无可能。在因此当中，如来以实力是实个之力，如来知这个人实力就是如来知这个人，如来看到这个人会成当成就，会当成就，家己成就，你来当接受，会当接受最上乘、上乘最上乘的人。佛陀如来就甲你讲。哦，实力是人，实践是人。这个人会当成就，会当成就天后，不可留，不可轻，不为变，不可数理不变。那安尼当中，他是真正为了艺术，进步前中，离佛教上佛法，伫咱一贯道的白人正法的时阵，咱是分别无包的这个人。这个人拢是过去1分、2分、3分、5分来证果，来过去来即马要证果，变一个菩萨。所以今日会当是遮，咱叫做咱叫做千考以上的人才。换一个解释来讲，若无过千考过10届，咱基本上要坐这个所在，伊叫人听这个物件，伊嘛真正听。我嘛相信，我们今日咱坐遮话拢求道、修道，拢超过40年、50年、60年前过啥？有人来知影，咱今日既然伫这个好的环境，而且咧这个以分别这个因缘来出世，嘛咧过去证了1分、2分、3分、5分的成因，咱一世人咱就转世分别报一个人，但是见见啊，但是你来你唔知讲，你是当时这个人来其中一个，你唔知影，必然讲，你来过这个世界看到平凡，你嘛感觉平凡，你嘛感觉，唔过你这感觉，
你的好学，你对真理的放大你有同心，你对修道办道你有坚持，你有一心不退，而且看出你过因缘人，这是所办。我嘛相信作者有亲，嘛亲口上有亲。若听到我要读这个经典班，那我若听到要读这个班，头就听，感觉每一年都拢这个班在行，但是我嘛是咧听啦，个人伊有一个真天经，甲真孝经的理念来发这个班出。其实这个叫做，伊讲这个叫做菩萨班，菩萨班是为菩萨这群人来讲，跟你讲，咱今日有会了这个所在，咱是菩萨，是菩萨伊叫我亲。不过呢，我就想讲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我生活平常，我嘛无啥平常，你拄来靠着你家己，你无对你家己的认定，我来做一简单的例子。鱼啊，咱的鱼啊，若是海底咧游，伊有感觉伊伫海水里底。鱼啊，海水里底，伊是有感觉伊伫海底啊。咱咱空气中的底，你有感觉你活伫空气的底，你有感觉？就刚刚讲的，你今仔日若空气3分钟，可能就比前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过呢，你离我即马已经像咱老已经71岁了，我活伫71年内底，我嘛感觉我活伫空气内底，咱活伫呼吸之间啊，活伫呼吸之间咁样。咱都活伫空气内底，咱就感觉活伫空气内底。咱活伫鱼啊，活伫海水内底，伊无感觉海水。不过咱今日离合伫性格内底当中，你无感觉你是圣人，你无感觉你是菩萨，你无感觉你是过去1分2分3世5分的因缘的转世，你无感觉？你无感觉？就我就讲，因为若无这个人啊，伊要做经典的可能，伊绝对无可能。所以咱今日研究，道德经3义，伊是讲啥物？其实道德经3义，伊是涵盖着道德经3百多种的内底，每一种的内底都是拢涵盖迄个内底。但是，伊道德经3义，性面来讲的道理，有一个宗旨，有一个逻辑，有一个处境，伊咧讲这个。但是伊性面咧讲的宗旨，当然最无所在。所以道德经3义涵盖着伊这本内底这个宗旨。道德经3义，咱知影伊用了一切的比喻来讲道的物件，来讲这个物件，这个叫道德经。这个道，伊个就是讲什么物件？伊讲什么物件？其实咱拢袂使，咱拢袂使，道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可比的道，咱拢袂使。咱道是什么物件？道较讲起来是一个宇宙中实相的道理，宇宙中实相的道理，这个叫道。那宇宙中实相的道理有什么道理？我这个解释来讲，道是宇宙中是一个自然界的道理，自然界的道理，因为无经过制作的物件，无经过思想的物件，伊本来就附着的物件，伊附着一切的物件，这个叫道。咱讲，这个道的内底，咱过去，咱清净经头一本大道无啊，心地地，大道无有，混沌无关，大道无情，无情无念有，无的意念，无念有有无。清净经，你那时候清净经头一本，安尼讲对不对？伊讲大道无有，为的身体的身体，天地为的形象，伊若离开道，那这个形这个前修，我都按照也不能讲，我就该随。而且，伊若离开
开道来离开轨道了哦。那伊离这我们了行公路，这只火车会当行哦。然后火车后面对不对？伊离开道对不对？所以叫做离开道。好，然后叫做车，伊若咧离开了伊的航道，倒边行，伊咧行倒正边来行，伊咧行倒边，安尼出代志袂？一定出代志。人若离开人行道啦，哦，人人行道了要行，你唔行，你唔行跳开车，安尼出问题，一定出问题。迄叫做离开道。如果道理啊，你唔按照道要行，一定出问题。是不是咧？你个道要走，可是你袂使离开。咱人的道嘛使，但是道是宇宙中一个实相的物件。毋当当时，咱达祖甲讲，迄个道甲解说，何以自性不自清净，不不性变不自自中。哦，这个道不动摇，人生万法。伊当头前用一句来讲道是体。伊讲道若甲你讲道，你可能你听无。讲到足侪道你听无，啊，就咱做啥讲？所谓成就，所谓成就啦，3000大千世界的成就，伊若咧离开这个道的规矩，我把这个成就去小弄，去小弄。我做啥讲？啊，火车入去行，行地铁路，伊行要行公路。啊，因为汽车入行，正行倒，伊行倒正离开，伊无道嘛，敢是安尼？伊一定不是代志。毋过咧，宇宙中生活内底当中，因为所有3000、2000世界的地球以外的星球，咱是地球人以3000、2000世界的星球是一个世界了来行。木车啦、水车啦、火车啦，光大、日头啦、哇，咱这个地球好难过。不哩讲，你小了，你小了。但是伊做意外，伊思维春夏秋冬，哦，拢按照着伊的出来行，所以伊的出题适应观察着咱的春夏秋冬，咱安尼着春夏秋冬的，哦，春天来，夏天来秋天来，冬天来，毋讲春种、夏种、秋种、冬种，咱甲你摆起来伊就出。毋过伊都本来就甲你处理起来，应该是安尼，这叫做艺术。这嘛叫做武艺，但是因为迄个道就是咱头先讲，是一个不变的原则，是一个绝对的原则，所以道流露出来叫做哪？叫做德，所以咱讲叫做道德。迄个德就是无违反着规矩，无违反着原则。咱做代志会使失德，做代志若失德，咱有理这问题。当时大学就咧讲。伊安怎讲？描述出天下义人，人民从事；研究出天下义恶，人民从事。伊所言反，伊所言不从事。遥远的顺便，遥天顺应有道。伊地理这个天堂，伊地理的这个地方，伊是用人做重点，但是伊按照这个规矩来行，会当得到万倍，会肯定万倍。不过结果决定，因同样是恶，不过第一天啊，伊同样恶。不过呢，伊哋万年来想，现在万年来想，国家话嚟应，你若要想我，好，那么出贴第一招嚟讲好吃，因为反射是我，伊无法度我。咁现在呢，不过呢，到尾啊对个，我就讲我武学，我不能物件，他就不掉。到武道到尾一定就不掉，谢谢主。不能知影叫空性来讲，空性来讲，伊讲无分自界性无定，因为你这个道嘛，就甲你讲对你唔通，你嘛对应来开始来讲。如果你做一个分自哦，你做一个修行分自哦，你有按照道的规矩就是定定，你做道做定还是做失定，这足重要。我来讲爱心福德，爱就是因心。你的因是你讲出来话对有无？你的做出来事对有无？你行出来行
结婚，伊什么这个？啊，这个叫做哪？这当时伫咧六祖会嘅，甲你讲出个讲，率通入心通，如因小平空，规传见性法，啊出世不可小众。六祖会嘅出个来讲，率通入心通，随讲啊惊死啦，对不对？啊做出来，笑死啦！过去咱老辈是啥？一句来讲，啊你做讲惊死人，啊你做笑死人。 我六祖会就甲你讲哦，率通入心通，叫做心通如意通，这叫做道别不误的。道别不误，哦，啊道别不误的第三句叫甲你讲哪？叫做行嘛，应就是行嘛。道别叫做你有道中行出来，你会行出来叫做行，功用叫做行嘛，叫做经过。你经过物件，就是你做出来有先有的嘛。安尼嘛，所以率通入心通。 如因小平空，那安尼当中即部就参照比啦，就参照这日头，照你空中都无乌云，千工又虽是千工关，万里无云是万里天。你今日若我能做到率通入心通，就参照你的自性，如因小平空。你这个世界的内底当中，你是光明殊相，光明殊胜，你人生。 就是真正你的心做这件事，你嘛是真正今日会生活。唔过你讲的、甲做的，咱脱离去，啊，安尼来讲起来，讲的一回事，啊，做的一回事。这是分离，这因为迄个讲的实，用做的话是实，叫做实体实力，用众生的力量来做这件事。所以咱要做，才能做到率通入心通，这个分离。 规传见性法合作，我哋传的是见性，我哋出世，唔是入世法，出世法，唔得我哋出世佛相。当然一切万所有相，都是正法，都是相。现在相，迄个相，这个出海的相，迄叫做法，迄叫做法，唔是你真正，咱拍地不离点，功德不离性，说不离心。迄个心性，那是真正，咱咧爱，迄个正法。 那你啦，你迄个对过去迄个正见，正不是讲哦，我哋世界做这件代志，代表我哋有在做法。啊，那安尼就参照咱过去了不得。三日一时，我哋是讲成功的做法。我当然是过去是对。哦，这哦，这点我应该要做清楚。啊，所以今日咱非常的难得，嘛是有咱三位讲师啦，哦，这个。 啊，就是强化的讲师哦，那是那个上午当中的语哦，那个处理40分钟啦哦，就是咱有性的非常强化的讲师。嘛，接落来咱王经理过去甲现在嘛最用心来开讲这名人才，为了这名人才，带领有性的来替咱有性的来教育大家。 菩萨，所以今日这个办事是非常的殊胜。不过呢，会使去啊，咱讲述的时间，咱我这个所在，但是最后祝福各位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，万里长安。好，谢谢。